不逾矩也是同样的。对于根本无私欲并且非凡永济的菩萨，为了供养三宝，不施乞丐等而盗窃富贵者，吝啬者的财产是开许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也是要看啊，我们就是相当这些都是对这个在这个时间中来说的，就是有些方面呢就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当然是看到这些以后呢，就是相当就是那些富贵之人，然后特别吝啬，然后特别就是不能做布施，不能做供养的那些人，那么就是如果是在自己的环境中，或者是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当中的话，那就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他们做一些的善事，也是很值得的，也是比较需要做的。那么这些都是为了他把菩提心能够可以这样，但是也是不是说要去跟他投，然后就去做布施，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来说的话，就这些是需要的妄语也是同样，如果是为了保护洁净北斋沙的生命，或者为保护三宝财产等，说妄语是开许的，但为了私欲欺骗他人说妄语是不开许的。说离间语是同样，例如一个行善法的人和一个喜欢造业的人相互为友，造罪业的人而两直什么？而且什么？而且造恶业的人力量很大，因担心因什么？担心行善的法旨什么？堕入什么？罪恶邪道。罪恶是吧？罪恶邪道说离间语，他们分开是开许的说离间语。那么今天如果是你看到一个修善的人，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修善的一个人，他呢就是在跟一个这个不要开，你这样就可以了，再不要动，现在目前是好好的。他如果是跟一个非常喜欢造业的人成为了朋友，同时呢就是在平常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的时候呢，都是会有一个谁是比较听谁的，那么并没有办法达到两个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当然所有的人都很希望平等，但也没有办法的。在家人也一样，亲朋好友都是一样，都会有一点点就是谁比较听他的，听谁的，有这种的区别。所以如果是发现喜欢造业的那个人呢，就是他的能力比较强，然后两者之间呢就是他比较能够做主的情况下，你们发现如果说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为了要保护修善的那个人，为了他的善根，为了他的修善的这个机会不要夺走或者不要断除，所以呢就是在有做过离间语，相当就是那个在他们之间就是用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拆散他们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保护了一个人的修善或者是那个做善事的机会。那么这也是关键，就是在取决于他能不能够解脱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像前面呢就是在怎么说呢，那个大悲桑主杀死短毛黑人一样的。那么大悲桑主就是第一呢就是短毛黑人从地狱当中救出来，同样的道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500位生中能够可以获得菩萨的这个机缘没有断除，所以呢就是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吧。
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就完全要了解解脱的功德。如果作为一个佛教徒，既然已经是进入了佛门，而且是学习佛法，但是并不是特别了解解脱的功德，而且是并没有办法当做解脱是多么殊胜、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修行也是修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修持佛法，前面必须得要经过闻思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根本就不知道解脱的功德，然后都说解脱好，那也是并不一定，从内心里面会这样想，所以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就是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曾经我也遇到过一个人，他也给我说过同样的问题，他就是说，那么在修行是不是能够可以在投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死了以后是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我也是说是，因为就一个人这样问的话，那当然是只能是这样回答。那么这样回答也是对的、正确的，因为他是这样问的，那他知道极乐世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部分他知道。那么就是修行的功德就是能够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肯定的。所以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虽然修行很好啊，修行我很喜欢修行，但是我还是暂时不想去极乐世界。我死了以后还是要做人，然后就是继续在人间可以做生意，然后就可以交女朋友。所以就极乐世界应该不可以交女朋友，也不可以做生意吧。如果是没有办法做生意，没有办法再谈朋友的话，那极乐世界我先暂时不去。等等这种的想法，实际上就是没有错啊，因为他没有学过佛法，他只是极乐世界多好多好，但是他还并不知道人生的这个一切的真实的这些苦乐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每一个人都不同的那种不同的这个程度的了解嘛。所以他所了解的部分来说的，能可以做生意，然后生意比较顺利、比较好的，那可能是他觉得是比较好的，人生才是最幸福的。那么极乐世界会是怎么样子，他都不知道。最主要呢，他就并不了解生生世世，所以常常就是我们的法王上师本马格桑法王也常常给我们开始说，在时间轮回当中没有任何的快乐。你们认为有一点点快乐，就像一个得了皮肤病的人痒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是用手抓一抓，那么就觉得比较舒适一点，比较舒缓的时候，觉得这个是比较快乐。那么在时间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没有一天幸福过，没有真正的快乐过。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稍微的轻松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快乐来看。所以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轮回之中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快乐，只是一直都是在痛苦，一直都是在痛苦。原因呢，自己就是因贪嗔痴一直都是在造不断痛苦的因，所以呢，也是一直都是带来的结果都是痛苦。所以在世间人的认为的快乐是，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一个人得了皮肤病，然后在皮肤身上痒的不行的时候呢，就是用手抓到就是抓破了，那也是觉得就感觉比较舒服一点点。但实际上你如果根本就没有得皮肤病的人，就根本没有这个痛苦。所以最好的就是不要有得皮肤病。没有得皮肤病的话，那就根本就不用去找，根本就不用追求这个小小的舒服所以呢，就是相当就是不要得皮肤病一样的，就是根本就不要再多入六道轮回当中。从六道轮回当中解脱出去的话，那就像根本就没有得病一样的，根本就是不需要去找根本就不需要去就是怎么说呢，追求这些小小的快乐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所以
根本就不知道解脱的功德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并没有办法好好的精进努力的修持佛法。所以关键就是在这里，所以大家必须得要知道解脱是什么，解脱的功德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刚刚到哪里啊？刚刚的离间语使他们分开是开许的。哎呀，哎呀，这个声音稍微关一下，那个弟弟去。好。但为了什么？但说离间语使志同道合的人分开是不开许。但为了什么？但说离间语使志同道合的人分开是不开许的。那我看这个不对。等一下啊。刚才讲到两个朋友，然后离间。好的，等一下啊。如果为了保护他。三宝财产，说离间语是可许的，但为了骗他人而说离间语是不开许的。是开许的，但说与什么？但说离间语使但说离间语志同道合的人分开是不开许的啊，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恶语也是如此。对于以温和的方式不能调伏的什么？知人不能调伏之人，可以用粗暴的方便恶语使他们趋入正法，或者上师等先讲教言，揭露他们的罪恶等等，说这种恶语是开许的。阿底峡尊者说，书生上师为揭露罪恶，书生窍诀为击中要害，而轻视对方说恶语是不开许的。哎呀，听得懂啊？听得懂。啊，是不是以后我要多骂你们一些？是可以的，是不是？你们说可以就可以吧？哎呀，说其余也是同样，对喜欢讲话的一些人，以敬语的方式，不能使他们进入正法，必须以各种方便法才能便他们进入佛门，是吧？对。说这种祈语是开许的，而说令自己和他人善良的祈语是不开许的。所以你们以后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人为了让一个人引导他进入佛门，我们可以多说一些，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不是造业的事情，那么就是他喜欢的部分，然后就是呢，就是要随统随和，因为这样的慢慢能够可以带进他们进入佛门，这种是可以的。
啊，三种什么？易罪业。到哪里去了103页的第不是，等一下，而说今自己和他人，说令自己和他人，和说令自己和他人，三种易罪业，贪心、害心、邪见，不能转成善法，因升起一个恶分别念，就成了不善业，所以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没有开许。如此善与不善业的作者唯是自己的心，虽然自什么生和于没有表流出来，但是心的分别念也有很多会导致严重的善不善业的果报，所以我们应当经常观察自己的心，如果为善，心引生欢喜，并使善业增上；如果处于恶念中，应立即忏悔，并且自己思维：我这个人如此恶劣，虽然听闻了那么多的正法，但现在还是升起那样的恶分别念，实在忏悔。从今以后，应当努力使自相修中不升起这样的分别念。每做一件善事，首先要善加观察自己的心，如果是善心就只去做，如果是为了与别人竞争或者张模作样贪图名望，是吧？名誉等心什么？心态好，应当认真改正恶心，以菩提心摄持。如果竭尽全力与无法转成善心，那么舍弃做那件善事为好。做善事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起心动念是要正确，这个是非常重要。当初的发愿是为了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像比如说我们要举行一个大的法会，当初的起心动念是非常重要的。起心动念当初如果是怎么说呢？不是善的一个发愿的话，那么在中间做的多么好，也是并不会是真正的变成是善。所以呢，当初如果是起心动念是不好的，那就到了中间知道了这件事情，当初的起心动念不好，就要放弃也是可以的，也是比较好的。本来的起心动念是非常好的，那么在中间有一些的事情，像比如说今天我们为了要储备一个大的法会，中间如果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怎么说呢，心烦的事情，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初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所以必须得要让它圆满。所以就是我们修善跟断恶都是这样。比如说你今天为了要去朝圣准备了，然后去朝圣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发生什么关系，那当初就是当初的起心动念是要正确的。当初本来就是为了要去怎么说呢，朝圣的时候呢，发的心是一定要正确的。当初的发心不是正确的情况下，那么中间也是有任何事情都是不什么好的。
所以中间发生了一些殊胜的事情，你就感动了，或者是欢喜了，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功德，因为当初的起心动念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最主要呢，就是最初的起心动念才是最重要的，所有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自本作累